後邊一日最唔想變大個啊？生日呢日。早上俾扣還房貸嘅短信叫醒，聽日仲係618，找埋條卡數先算啦。想換一個新嘅髮型，過新嘅1歲，因為疫情約唔上吞年。想旅行過生日，亦都係因為疫情出唔到去。早上依然係踩單車啊，放心冇仆街。不過今日早上係去練瑜伽，返到電台又係繼續錄音。細個嗰陣會覺得25歲就係一道關卡，點知道呢一年真係令到自己迅速咁變大個。經歷咗嫲嫲同埋爺爺嘅相繼離開，放低咗一段好耐嘅感情。疫情之下，工作方式亦都產生變化，終於咁踏上大舞台做主持。皮膚爛咗好耐，睇咗醫生好耐，開始的起心肝做短視頻。咁攰嘅，好想瞓覺，好短。這10年內做過的事，能令你無悔驕傲嗎？可以降低無謂嘅期待，大膽咁提出諗法，由自己去滿足自己。快樂嗎？